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7篇第1节到第8节、15节，创世纪31章22节到42节，罗马书第1章第8节到1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义务。义务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词，代表了一个人的责任。牧师在1981年入伍当兵，当时候还是戒严时期。我们呢抽签被称为3年兵，但是事实上当时候的政府之规定呢，其实只有2年兵的制度，那却被冠上呢紧急征召，然后就多了1年。这些事情是在我们退伍的时候领到2张的证，我们才知道，一张是退伍令，就是2年的义务役；另外一张叫做解除征召令。当时候的政府以紧急动员令来欺骗了人民，把它说成为义务。我们都知道，一个国家的国民对于自己的国家有许多的义务，例如说缴税啦、守法啦，以及服兵役啊等等的事情。既然称为义务，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如果不做就会被视为犯罪。在和合本的圣经翻译为债，然后台语的翻译也是创世纪31章22节到42节记载了拉班追逐雅各全家的事，而且还说雅各偷走了他的财产以及女儿。但是事实上，我们从礼拜六研经的内容可以看出，连利亚以及雷杰都认为拉班是偷了他们的财富，所以拉班可以说是跟前面在讲的那个政府一样当贼的喊抓贼了经文这样说，过了3天，有人告诉拉班说雅各逃走了。拉班带着他的主人一起去追雅各，他们追了7天，才在基列山区追上雅各。当天晚上，上帝在拉班梦中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以随便威胁雅各。”那时候雅各在山上扎营，拉班和他的亲人也在基列山区扎营。拉班对雅各说：“你为什么瞒着我，把我的女儿当作俘虏一样带走呢？为什么瞒着我，一声不响地溜走呢？要是你通知我一下，我一定欢欢喜喜地送你走，用铃鼓竖琴伴着歌唱欢送你。这样做太傻了，连让我亲亲我外孙和女儿，向他们道别的机会都没有。本来我有办法伤害你，但是昨天晚上，你父亲的上帝警告我，不许我随便威胁你。我了解你思乡心切，要回家，但是为什么偷了我家族神像呢？”雅各回答：“我一想到你可能用武力从我手里抢走你的女儿，我就非常害怕。但是你在谁身上搜出神像，谁就该死。在亲人面前，如果你认出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就拿回去。”原来雅各不晓得雷杰偷了他父亲拉班的一些神像。拉班进入雅各的帐篷搜查，接着又到利亚和2个女奴的帐篷，却找不到什么。于是他进雷杰的帐篷，雷杰把那些家族神像藏在骆驼鞍的袋子里面，自己坐在那上面。拉班找遍了帐篷，找不出什么东西。雷杰就对父亲说：“请你不要生气，我刚在惊奇，不便在你的面前站起来。”拉班到处搜查，却找不到他家族的神像。于是雅各怒气冲冲地责问拉班：“我到底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法？你竟然敢追赶我？你已经收骗了我所有的行李。到底找到你家里的东西没有？拿出来，摆在你与我亲人面前，让大家判断你我之间谁是谁非。我在你家里这20年，你把你的绵羊和山羊没有掉过胎，
你群中的公羊，我一只也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羊，我并没有带回去给你看，来证明错不在我，却都由我自己赔偿。无论是白天黑夜，羊被偷了，你都要我赔偿。我天天白天受尽炎日的煎熬，夜间受尽寒霜的侵袭，整夜不得好睡。我在你家里做了整整20年的工，为了娶你的2个女儿，我服侍你14年，为了获得你的羊群，我服侍你6年。即使这样，你还是10次改了我的工钱。要不是我祖先亚伯拉罕的上帝和以撒所敬畏的上帝与我同在，你一定打发我空手离去。但是上帝看见我的苦情，我的辛劳，他昨天晚上责备了你。保罗以义务的概念谈到基督徒传福音的责任。简单的说，就是基督徒如果不传福音，就是积欠上帝的债。因为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与赐福，却没有任何的作为，成为那偷走上帝恩典的人，所以我们就是欠债者。保罗写给罗马教会基督徒的书信当中，罗马书1章第8节到15节，他这样子的提到：首先，借着耶稣基督，我为你们大家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你们的信心已经传遍天下。上帝知道我常常在祷告中想念你们，我全心全意侍奉他，传扬有关他儿子的福音。他可以证明我所说的话是真的。我恳求上帝按照他美好的意思为我开路，让我终于有机会去访问你们。我很希望见到你们，跟你们分享属灵的恩赐，好使你们坚强起来。或者我应该说，由于你们的信心，我们可以互相获得鼓励。兄弟姐妹们，我要你们知道，有好几次我计划访问你们，可是总有一些事阻挡，不能成行。我的目的是要你们当中有领人归主，好像其他外邦人当中一样。因为无论对什么人，开化的没有开化的，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迫切的要把这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诗篇第17篇第1节到第8节、15节，在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读过几天，请兄姐自己来研读。恳求上帝赐下圣灵，提醒我们基督徒的呼召，让我们有热心、诚心实意的爱主，愿意传福音，成为主忠心的仆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